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31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新闻一开始，带您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抗雷风台下晡1点40分的时阵，伫台东登陆受到地形影响，已经检测出中度风台。不过早起这人数风正强，有甲风速极限害去。抗雷对东部入来伫花莲富里岛溪玉里也传出水泵线灾情，甚至要修成的万东场大部分拢堵藏啊。南投布社往合欢山半路有货车互倒落来树啊撼着，车顶的查某乘客当场失去性命现象，送病院了后，由院士救护回来。讲到这抗雷风台下晡1点40分的时阵，伫台东的成功附近来登陆。抗雷受到这地形影响，目前已经减弱，变做是中度风台啊。这风台通过着中央山脉了后，风场会变做偏南风。这中南部地区民众爱注意哦，是因为这深更了后，雨水会变搁较大，会一直落到透早。抗雷风台中心伫31下晡1点40分左右为台东登陆。中心通过中央山脉了后，结果受到破坏，关键站有小可分开，已经减弱做中度风台，范围嘛大缩小。按算东半部暗时8点了后，雨会明显较小，风场转做是偏南风了后，中南部的雨暗来会愈来愈大。桃园以南的区域，强风会持续到明天的清晨，台风进到海峡上面，一些西南风的影响，所以今天晚上的雨势还是会增加，而且会持续到明天的白天。24点钟以来，东北部的雨是规桶倒。宜兰县大东乡累计已经超过757毫米，花莲县玉里降雨量嘛有736毫米以上。台中市和平区累计降雨量超过645毫米。专家分析，风台登陆了后，减弱了真紧。按算拜五顶半晡，台湾本岛就会慢慢脱离暴风圈，也若马祖是爱到下晡。主要原因就是我们的海水温度不高，然后高空有强风切，还有一些干空气的入侵，这个都是不利于台风维持跟发展的一些大气条件。前气象局局长陈明典伫人面册铺文，抗雷风台登陆了后，伫嘉义县外海边的所在，有一个真明显西正倒头西方向的环流咧发展，这是受到地形的影响所发展出来的风台副中心。风台通过山了后，现在看到加站的副中心，取代原底环流的中心。不过，嘛有可能会重新整合。气象署提醒，风台中心出海了后，要是会影响咱台湾。拜四暗偏要是爱注意会有14级以上的强阵风，也若西半部沿海较空旷的所在，嘛是爱注意会有11级以上的强阵风。到拜五，中南部要是会有大水雨。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个抗雷风台，伊的暴风半径是这30年来上介快。台东的沿海呢，这雨水是细细来，富冈渔港的大影是加到几落战楼悬。来到台东富冈渔港，抗雷风台带来超过10级的强风，岸边的海影嘛有几啊战楼悬，已经超过暴风。即马记者所徛的位置是伫台东的富冈渔港，会知影会当感受到这个风甲雨拢非常大，上大的阵风会当来到12到13级。看到这镜头边仔的这乌多摆呢，正因为风伤大，拢吹到东倒西歪。镜头搁向这个海边来看咧，这港口内底啊，海水规个拢涨起来。另外咧，这影嘛非常大，拢会冚过这暴风。抗雷风台的中心已经对台东登陆，沿海的风雨已经变甲愈来愈强，有的大影甚至超过10公尺悬。记者徛伫咧渔港内底采访，一阵一阵的强风，甚甲人拢徛袂知。也若渔港内底停满大大细细渔船，大家拢用绳仔绑条条。渔民袂放心，透早就去巡视，讲中昼过这是真正考验的开始。12点过后到2点，空气的温度还要大。你会担心吗？应该不会吧，没有船长。沿台11线往北边行，海边啊空旷，透大风、落大雨，能见度变真歹。路边的树仔嘛动动海。来到起好一直拢无启用的美丽湾度假村，嘛明显感受到风雨变较强。上大的阵风有13级，威力真惊人。记者所徛有美丽湾的度假村，咱看到随着这风台越来越接近，这暴风雨规个已经是大理接在。风势已经非常大，连车拢无啥会调。路里拢无看人，无看车，民众拢乖乖住厝，讲强风透规暝，互人唔敢出门。哇，好强哦，这个蛮强的呢。有时候好像都没有看到路呢。都看不到路哦。看起来都蛮大哦。
应该也是不敢出门啦，不敢。因应强烈风台控制，台11线路边的加油站前一暝就已经关起来，佮特别有封锁线，无爱互人车入去。所有的机台设备嘛拢包起来，就是希望会当平安度过这届风台考验。记者林静伟、陈宏基 SNG 小组伫台东的报道。虽然讲这个风台是伫咧台东登陆，不过花莲也传出灾情啊，亲像富里、岛溪、玉里也拢传出水崩山，特别是较晚山区的部落是搁较严重。根据调这县政府的统计，目前撤离人数是3414个人。另外，当咧采收的这个板当中，大部分是拢倒丛，损失是真严重。土流和岛溪乡真侪庄仔头拢淹起，公司头前的车路含岛溪国小的运动场，看起来敢若一条河。三里部落的土流直接冲入去民家厝，仑山部落12人，国发生土石流差一点嘛淹着厝。中正部落含岛溪部落的族人较紧撤离。一些我们解释机保全户的一个人员呢，我们先安置这里了，大概有120人左右啊。那目前本乡还有一些联络道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豪雨。造成了一个崩塌的一个状况。玉里镇193管道水被覆退，警方已经封路。台湾里的社区内嘛4个拢是土水。原城里有95岁老大人需要警方来帮助撤离，好好灌入去玉里病院天崩漏水，日记的稻啊嘛拢倒去。现在我们大屿社区已经变成一个孤岛了，真的没有办法进出了。我从回乡到现在20年，第一次遇过那么严重的台风，而且在我们正要收成的时候，我只能说非常无言。另外，在水乡水上村的大排土水熊熊淹起来，赤瓜山顶的风雨更较惊人，嘛影响红叶部落。真侪民众因家的门口口拢有土流。北区的嘉安乡是出现真侪所在淹水，有车和风是扫甲变过。寿丰乡山边路含秀林乡山区的部落，拢出现内山做大水。一阵强风，车子就整台飞起来了。在此提醒保全户的民众，保持依亲或在收容所暂时避难。另外，花莲溪出海口溪水熊熊淹起来，花莲大桥嘛，因为水位特别到桥面紧急封起来。黄滨乡石太平渔港是有船驶啊登去伫港内4个浪。抗瑞风台虽然是伫台东登陆，但对花莲造成的灾情同款未细。记者综合报道。南投雾社往合欢山的第14架线0.1公里的所在，有一个货车呢，或者倒落来树啊撼到，这车顶的查甫乘客当场失去性命现象，送病院了后由援救不回来。另外，台中和平台北线林山7点道，有这公务段的这个前位车，和石头击到，加在是无人着伤。小货车和树啊撼到，车头已经歪曲刺穿，消防人员接到报案了后，赶紧去救人。31中道雾社通向合欢山的第14架线，一台小货车经过时阵，互强风吹倒的路树撼到，消防人员将车内2人救出来，驾驶轻伤，女乘客失去生命现象，送医急救当中。另外，伫台北线林37中环便道，31早起有石头连落。讲到公务段前货车好佳在无人受伤。另外，台北线96公里的所在，碧绿溪明磅坑也有大量土石摄落来。那现场不停的降雨土石流不停的掉下，甚至有一颗巨石掉在隧道口，暂无法清除。在南投合欢山也是一直靠大风，当地气象站表示，31早起8点开始，合欢山顶的测站都测到17级强阵风，一直到下晡1点拢是17级，是自2008年测站建立以来上强纪录。合欢山顶气象站测得每秒58.2公尺的惊人阵风，也打破在2021年圆规台风15级强阵风的记录。合欢山目前风雨交加，针对设施是否有灾损，需等到台风过后前往现场才知道详细的情况。台中海线出现瞬间11级的强阵风，伫清水区甲沙鹿区为31早起5点开始，有3个号志和强风吹转去。随即通报线上巡逻警力前往协助处理，并通报工程单位前往排除。强风也予台中清水、和平甲大安这地区、彰化复兴、保险甲丰原这地区拢陆续有停电状况，台电人员在全力抢修当中。记者综合报道。
强烈风台对台湾的东部过来，这兰屿绿岛大城感受到风雨。兰屿透早就变叫上大的阵风有来到17级，这风伤过强，也甲这观测站的风速机设害去。这兰屿含绿岛呢，也有一半失电，也搁等人来遮修复。强烈风台来到遮乡，离岛的兰屿第一个风受到。兰屿31日透早就风头好大，虽然讲开关渔港的船只拢有做风台准备停伫海边，用绳啊绑好，但嘛是有一只中型的游艇沉去，另外一只是浮浮沉沉，看起来真危险。港区的河南嘛风靠甲歹去。兰屿河威力上强的暴风眼，像是规个砍掉，部分公路是出现土石流，有车洪陷甲变去，搁造成岛内1000多户停电，好甲载无人员伤亡。中午以前我们接收到通报的话，我们就是兰屿乡有1320户停电，那部分的路段有土石流跟路树倒塌。在兰屿市区的部分，大风大雨甲路树是吹到东岛西歪，一直东海，嘛甲一个点架铁皮吹到规个掀起来，敢若要落落来，看起来真危险。就算居民闭伫厝内，嘛会当感受到窗外风台威力。真的不会太超过了吗？兰屿国小的教室虽然无受损，但是有一张树啊，红规张挽起来。那我刚刚绕了校园一圈，里面有一棵黑板树倒下来，跟小犬跟去年造成比较大的伤害，那个小犬台风的话，很接近啦。那兰屿绿岛嘛靠15级的强阵风，大风大雨根本就看袂清楚眼前是啥物。这个路段嘛开始出现积水，佮有岸边爬起来的水流差。气象署讲，兰屿31早起测到最大阵风17级，达秒是78.2公尺。佮因为风受透，予测站的风速仪拢歹去，无法度佮提供资料。另外，敢超过去年小犬风台测到的上大的风速达秒95.2公尺，目前无法度知影。记者综合报道。有一只停伫咧福国屯渔港200吨的准深工作船，说因为这风影伤过强，船头是沉去，船尾翘起来，看起来是真危险。现场工作人员表示，讲这只船是用来做这海上准深工程的工作平台，进程着遭水入去啊，先拖登去福国屯渔港等待检修。想袂到这风太外围环流所引起的大影响过强，害遭水的情形变更较严重，这害船头沉落去。目前是有先用这脚踏车牵绳甲固定掉的，等风台过后才来做修理。风台狂雷伫下晡的时阵是伫咧台东登陆，也在今仔日阴暗6点40分的时阵对云林附近来出海。这段期间是这风台风雨上介强的时阵，北部的家人今仔日也是透风落雨。常在淹水的这大部分地区呢，徛家拢有提早准备。来讲到这七岛地区，也因为落几落天的大雨，这风台一日来，就山坡地的地基开始崩，就一栋铁厝起一边，加在是无人着伤。伫咧家人七岛的友谊社区，会使看到这栋铁厝是已经拢起一边，是因为地基落落的关系。铁厝外侧车路的点仔拢必顺，伫咧七岛这栋私人铁厝4块位的地基也袂堪得风雨。拜四透早4点，地基就安尼落空，有30公尺深，5公尺宽。第一次对，因为可能是久了，因为两三个礼拜都下大雨它可能影响到安全了。道路边坡下陷这个可能对来往的交通也会造成一些风险，所以我想在台风后，我们会把它列入我们的施工恢复的范围尽快的来协助当地来复原。当地里长讲，加在这摆的事故无造成任何人受伤。这栋铁厝内底大约2个人，这阵会先住伫附近的饭店。不过买酒的修复工程，家人市长谢国良讲，就可能要等风台过后，才通豆豆开始进行。这是家人的大埔仑市区，是家人较高淹水的所在。看风台来，民众赶紧甲挡水门提到点头的顶仔卡，甲伊组起来，就惊雨水伤大，搁淹水。淹水过啊，有啊，起线这边淹水最严重。有啊，这边曾经淹得很严重。咱这较低位啊，所以较低位啊，拢常常会淹起来。伫咧家人的大埔仑市区，几落台抽水放屁也拢处理好势。若是讲雨水滴输水沟水涨起来，就会使水沟水
摆到边仔的大武仑溪内底。在地民众讲，因为大武仑市区地势较低的关系，过去若落大雨，雨水定为边仔的山坡地冲落来，造成淹水。就惊即摆风台会阁再做大水，民众唔敢大意，拢先做好交船的准备。记者讲李玉凯家人报道。来看新北市的金山顶一回，这风台在前着还未整理煞，一声风台又过来啊！路面是赶紧采收卡白笋，要这脚踏车赶紧来甲这土石固定好条。另外，顶一回害市区做大水的源潭溪，这回新北市的水利局拍算要甲这溪底贴悬一笔。新北市金山的长兴宫，经过顶边3道里风台侵蚀，拢也未完全好势。这回如果拄到抗雷风台，有较多机趁到风雨也未变大时阵，赶紧固定工程，避免山顶的土石搁下来。就之前有一点点塌方啊，你甲迄落修。我风台还未来前，紧来冲了对啊。伫长兴宫另外一边，有种卡白笋的农民，摸到风雨伫咧抢修。伊讲顶回3道里风台已经互因的产损是真严重，怎么会当抢修偌济算偌济？这卡白笋一寡800个啊，已经产量袂做哩啊。个烦恼嘛是共款安尼尔，帮阮讲啊整理你个石头吼，较的一个吼，啊甲阮较的一个，阮早晚都搁整做啊。金山地区民众担心的是，顶回造成市区淹水的源潭溪，这回新北市政府已经派工程人员进行清土沙，搁更顶地甲溪床墩悬。因这次康瑞台风来袭，我们紧急将上一次有转弯、有河水溢淹的点。先做了一个处置，那我们利用土石方跟顶块，那我们排了50个顶块，然后加高了约1米，希望这次河水不要再从这里溢出来。有防风台阁造成淹水，这回新北市金山地区做好准备，除了老街店边出门口蹲沙包，顶回淹水的知名美术馆，这回工作人员也赶紧清理河化，惊讲阁甲排水孔塌掉的，希望莫阁发生淹水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个风台雨是愈换愈明显，农业部也针对较高发生水崩栓所在发布警戒。顶一届3道2风台伫新北市瑞丰造成严重灾情，这100多人是掉伫山区。这届抗雷风台来到，为瑞丰区公所赶紧甲山区的快乐山部落和阿美家园部落的民众呢，来预防性疏开去到收容中心，避免发生危险。风台控制伫31下晡定律，农业部有针对高发生土石流的所在发布警戒，有75大红色警戒爱紧疏开避难，也若爱抗到民众疏开的黄色警戒有559大，其中新北市瑞丰山区嘛伫咧警戒范围。区公所为着民众的安全，有方性疏开快乐山部落和阿美家园部落的居民，计共453人拢已经落山。瑞丰透风落雨是真惊人，现场有一寡所在嘛有积水的情形。也若记者后壁这条路呢，就是出入阿美家园部落唯一的对外车路，即马是已经封锁性甲封起来，就是因为顶一届3道2风台的时阵呢，有土石放落来，电疏路拢袂通。也若这届就是惊讲这土石又搁会放落来，所以先甲封起来。然后嘛，家伫咧阿美家园部落的民众拢先疏开到收容中心。收容中心提供民众洗浴、食食，各有主线团体关天度维护民众的运输。阿美家园的居民讲，顶届3道2风台地区因为伊的对外车路未通，但保强也未正线风台过来，加上这届厝内是也无啥状况。区公所表示，这届为着安全，互居民拢先落山，也若行动无方便，还是需要特殊照护的嘛，已经送往瑞丰控港病院安置。那个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在里面困了3天。对，然后抢救了之后，现在又来了一个台风，来的那个台风雨又大，风又大啊，然后那个公所就担心我们的人身安全，对，因为连外道路只有1条，所以就安置我们来这边。快乐山的部落的问题是，他们也是在山坡地上，那其实根据以往的经验，跟那个农业署、水保署的经验的话，它那边也是属于山坡地，属于土石硬崩塌地区，我们就会做预防性的撤离。快乐山部落和阿美家园的民众分别疏开到瑞滨收容中心和瑞良收容中心。根据新北市府的统计，有94人接受安置，其他的居民多数是去亲戚朋友厝的长大。瑞丰区公所表示，等到土石流警戒和风台警戒拢解除，确定安全，才会让民众回去厝内。记者卢尚如、郑俊友新北报道。
来看，这台北市内面呢，有一寡树仔倒去，2名工作人员和树仔喊着伤，家在是无安怎。另外，讲到这香港歌手刘德华本地影案呢，是要伫个小巨蛋开演唱会，和捷运公司沟通了后，主办单位临时宣布取消，甲影案这场家己拜六举行。市长周万安也指示捷运公司，未来若做因为这风台停班停课办活动的部分，也爱列入去考虑。 我真的等了很久哎。一对老太太拢咧好，无法度接受演唱会临时喊停。小巨蛋的气氛是真歹，因为香港歌手刘德华是过11档，结果来台湾开演唱会，31第1场，所到去拄到空侪风台。主办单位本地是讲会如期举行，不过台北捷运公司介入沟通了后，主办单位下晡3点宣布停办，互伫遮等真久的歌迷拢哭啊，不办决策遮尔慢。 只要是华仔说什么，我们会支持，但是他不要趋于不存在的压力跟恶势力低头。你要嘛，你是昨天你就先讲，而不是你昨天都不讲，然后我们大家到了你才先说哦，现在要取消了，那你不是很过分吗？基于观众人身的安全，所以我们按照契约规定通知主办单位，今天晚上的演唱会停办。 一大堆歌迷无放弃，踮伫个现场无走。主办单位后壁随个改口，宣布演唱会延期到拜6 11月初2。刘德华会一天唱2场，互歌迷是欢喜甲哭出来。真的很开心，可是我现在是刘德华太累了，他应该让我上场。因小巨蛋现行的作用合约无纳入风台因素，外界认为讲台北市政府应该同步检讨，把风台条款纳入各场馆未来活动合约。 我们场馆的主管机关，也就是北捷，他们在未来因应举办活动，都会要将台风来袭，如果宣布停班课，这样整个情况纳入考量。空侪风台风头雨大嘛，造成台北市一堆灾情，一寡路边的树仔倒去逮着车，工务局较紧派人去各地抢灾，但是有2个工作人员伫咧清倒去的树仔的时阵，红喊着伤紧急送病院。因为强风把树枝打断。 因而掉下来打到2位同仁，2位同仁也因此受伤。我们立即通知救护车前往救助，并送医做 X 光检查，幸好没有伤到骨头。空侪风台风速嘛已经到捷运停驶的标准。台北捷运宣布讲，对早起11点开始，温路线全线加上红线高架平面路段、小碧潭站拢全面停驶。记者综合报道。 全观众朋友来看过这新闻，搁再剩6天的时间，美国就要进行总统大选啦。两位候选人伫咧关键摇摆州的支持度依然是加正悬。Trump 和贺锦丽拢一直咧做势，这宣布人员也为着各种的错误消息、谣言、威胁，还有暴力事件，伫咧做预防性的准备。 费城底特律跟亚特兰大是川普向调查指控2020大选开票有8端的目标，虽然相关诉讼全部败诉，这摆选前议员鼓吹支持者去这3个都市捍卫选票。面对阴谋论甲谣言假信息满天飞，甲可能呈现的暴力主角，底特律这个开票中心精心监视摄影机，甲装炸弹甲防弹玻璃，也加强宣布人员演练，防止受威胁的时阵应安全撤退。 He's the type of person that thinks that he can easily intimidate Detroiters because we're a predominantly black city, but we're not intimidated by him. 费城亚特兰大顶一届开票因前造成争议的都市，也加强对选票保护，增加拆开假选票甲扫描算票机器，加紧效率，全力安打怀疑论者。 选前关键时刻，贺锦丽连挂北卡罗来纳、宾州甲威斯康辛3大关键摇摆州股票，批评川普个性不稳定，甘愿扣分报仇，追求无限的权利。 If he is elected on day 1, Donald Trump will walk into that office with an enemies list. When I am elected, I will walk in with a to-do list. 川普支持者进前口误讲波多黎各是本州岛，引起真大风波。想要到拜登总统反驳的时阵也口误，讲川普的悲伤就是本事。虽然白宫马上解释，唔是指所有支持者也是由川普扣着枪，以清清洁队员的假，这本事者就地发挥。250 million people are not garbage. I can tell you who the real garbage is, but we won't say that.
美国老牌媒体《华盛顿邮报》原本拍算表态支持贺锦丽，伊说因为头家贝佐斯干涉，宣布了后拢未阁背书，想要到引起读者强烈反弹，取消订的人数已经25万人，差不多占原本订户10%。公司新闻是会中朋友。来看这花莲秀林乡受民众翕到加利亚风，气象署表示讲，这确实是加利亚风，这是因为这风态的强烈对流分区内面呢，常常有较小型的漩涡，才会产生这款激烈的天气现象。若形状气旋为海边向落吹，抑有强风大水雨，沿途将插落去的物件扣起来。看到民众翕这景象，上网络分享有花莲民众讲，原来看到电火跳登去，可能是因为加利亚风经过。花莲气象站表示，经过确认，应该是风台加利亚雨带来小寸树加利亚庄，才会出现加利亚风。预报中心依据观测资料判断大致可以看出有旋转的现象。这个龙卷风看起来就像比较是小尺度的涡旋。强风靠过新城公路川，那沿路枪灰啊倒去，车顶陷落，就连停在路边的连接车拢被强风吹变过。在公路博物馆后边产业道路，路树用要转到电火条也规排歪去。从那边过来的，那边吹过来。全部都关掉。有看过这么强的风过吗？没有。哎呀，都破掉车子，玻璃。一对这科技红帽伫风台进前去泰鲁阁国家公园爬山37年，台湾厝调看爬山报告，佮透过画彩电规锁定位置找人，伫31下晡透过电话联络到，确认2人伫山区就地避难，安全无问题。毋过目前山区雨势大，要通信佮断去。他们现在是就地避难，全身湿透，在帐篷里躲雨。所以大概花销也会视这个天气状况的许可，我就会前往救援。要代替中条段阁发生土石流，真济土水为山区渗落来，阁坎伫铁基路好佳在东部干线已经全线有经常停载，毋过有部分民众唔知影，甲站务人员发生冲突。叫我明天确定没有开喽，叫我再来补。劳民伤财嘛，你做事情不是这样做。那我们监控的情况下，也已经有发现有土石流啊，我们会视风雨状况人员安全的情况下经常去抢修。代替表示，土石流相关状况拢伫监控当中，会等风雨转好进场抢修。后续因为是不是受影响，会个评估。记者综合报道。风台对台东登陆，这恒春半岛下晡风也变真大。对外国游客讲，这风真透有淡薄仔惊。另外，汴州乡也有300多户因为风台来失电。中乐村的分水岭部落104名居民撤离，公所也拜托厂商做一寡沙地啊，互民众提灯去贴，防止水淹入来。外口风是透假。这对为韩国来的旅客，因坐客运车去甲垦丁，拖行李行入去，原地行程拄着风台，因为无法度变动，也是去垦丁旅游。Feel scared? Oh, yeah, so scared. First time in my life. 因讲也是淡薄仔会惊，前到搭毋捌看过遮尔大的风雨，抗侪风台登陆了后，恒春半岛的风嘛明显增强。风是透假，嘛互电力设备受损伤。屏东关汴州乡报有300多户失电。建埔路这里没电了，停电了。龙盘草埔遐风甲过去来比嘛，佫较明显，甚至伫遐要行路拢有困难。停车场的扛棒嘛，叫风扇落来，民众拢踮伫小台避风台，遮侪景点拢无游客。早起伫传统市场嘛，干那几下散客尔。没啦，要没入的较袂惊。在地人比较不担心，那外地就是有的来这边工作的嘛，就会先囤这样。三都市甲空水风台小连续到位，都惊透风落雨造成积水。公所这2天拢提供500包的沙包，互民众防淹水来使用，希望当防范灾情，尽量降低灾害。记者综合报道。高雄的西雅湾今仔暗时拄好是8楼，这海涌直直架已经有3米遐悬咯。市长陈其迈也提醒讲，暗时风雨会真大，民众无代志尽量莫出门。海涌直直架起来，当看到讲啊，即马雨暗伫咧高雄风雨哪来哪大，特别是伫咧西雅湾，因为气象署公布啊，讲今日暗时呢，差不多是7点左右，会是8楼的状况，所以即马已经观察到差不多有3米遮悬的海涌架起来咯。高雄的风雨哪来哪大，特别是沿海地区爱特别细致8楼，甲海水倒击，空气风台外围环流带来大水雨，对南部地区的霜冻、雨暗愈明显。
顶届因为三德市饮水灾情严重，这届环保局是有提早清水沟啊，清除的废弃物就有81栋，嘛拄好拄到澳洲消防人员来台湾交流，因11个人拢主动加入市区清水沟甲摒土刷的防灾作业。 The team here were really happy and proud that we could come out and assist your crews and give back to the Taiwanese people who've given us so much since we've been here. All their love and affection's been fantastic. I think you have a really good system here, and you made all the right preparations for the typhoon coming. So good job, Taiwan. 除了政府单位，民众嘛提早做准备，亲像高雄市盐埕立体停车场，830多个停车位嘛早就停满，也国道3号那边交流道甲大坪湾宽远道路往北路段的高架桥嘛开放民众紧急避难停车来渡过这个风台。记者民警胡昭勇高雄报道。 顶一届这三道二风台灾情严重，高雄呢，这民众惊到这回是加强防灾。虽然讲早起时阵雨光无介大，不过下晡风台登陆了后，这风向有转变，暗头啊风雨就开始变强，加上这几天就是满流，沿路沿海地区呢注意这海水倒急。 基定渔民呢是赶紧去到码头巡视这船仔的状况。也若气象署是预估讲，这高雄山区会落600毫米的大雨，所以这山区已经发布最防山的黄色警戒，民众就要提早撤离。 基顶海边仔扭起封锁线，海巡人员31透早来回巡逻，就惊有看影的民众走入去封锁线内底。所来，搁去渡船头边仔一直广播，基顶透早海水关度已经接近岸边，受抗瑞风台影响，基顶的雨虽然无明显，但风渐渐变强，渔民赶来码头确认渔船的状况。你看那边都没有船啊，我们都绑过来这边啊，那边风比较大啊，这边风面比较小啊。 强风一阵一阵，有民众线已经开火，还是来到市场采港。我伫渡船头边仔的菜市仔，有摊商烦恼要嘛中水了会淹水，赶紧完成手头的工课，准备收担返去厝做风台的措施。把那个窗户弄好啊，就东西要赶快收一收，可以走就要赶快走。 高雄进前连续拄着凯米甲山托尔风台，就惊康瑞搁一摆带来灾情。市长陈其迈31透早开灾害应变会议，确认相关方案甲撤离等措施已经完成。避难所440处，以及义城孤岛地区的这些物资的整备，那我们也预估了大概是14天到21天左右。康瑞估计会为高雄平地带来300毫米的雨量，山区是600毫米。中央已经对那玛夏、桃园等山区发布土石流黄色警戒，高市府嘛提前对山区部落做预防性撤离。到31中昼已经撤离2304人，估计下晡3点到暗时9点是风雨上强的时阵，嘛提醒民众减少无必要的外出。记者陈环宇、柯正俊高雄报道。 有人讲，即个风台速度是真紧，不过这风台还未到台东进前呢，这台东早起就伫咧透风落雨啊，市区的树啊，还佫停伫路边的奥多摆，让互这风线甲东都西歪。来讲到这金轮大桥是对早起8点开始就先封起来，避免发生意外。 空内风台定了，台东规暝是透风落雨，民众嘛是规暝拢唔敢困。半暝啊1点外，到民众要塞车去上班，经过山西路一段时，险险啊去倒去的树啊地着。上班的路途中，然后树倒下来，然后就整个告过去了。是啊，你人有没有怎么样啊？人没有怎样，没有怎样。车子就可能要修理啊。 加在这个盘小车有赶紧闪过，人才无受伤。不过轿车去互树仔卡掉咧，只好搁请吊车来吊。31透早风雨真透，有骑过14楼路台12架啊，去互风线甲落落缀着楼卡车辆。市区四界拢是断去的树仔、倒去的机车甲火灾。伫咧京城北路，即届嘛是共款搁淹水。 海边的风影大，真侪原本伫咧海波的大水叉甲沙石，拢去拍起来到南回公路的路边。金门大桥对透早8点就开始封，南回公路的向南、大埔、草埔、宜顿过10点买关制。听说中午左右会登陆，会不会担心？当然一定会的啊！你看现在多些都在飞走了，刚才骑摩托车绕一下，有的家里都不行了。记者综合报道。
咱来看宜兰，这宜兰的风雨同款是真大。伫台二线滨海公路就一间人家厝，因这后壁的山架是规个放落来，若这落大雨了后造成的落瓜的霾也冲入去人家厝内面，加在是无发生意外。另外，这山区的雨势愈来愈大，已经有400多人先得离路。因若讲到这南洋大桥呢，这下骹溪水规个涨起来，已经来到警戒水位。暗时7点的时阵，也先甲桥封起来，避免发生意外。大量的土石为山架拼落来，边仔都是人家厝。居民听到真大声的声音，赶紧出来看，有的窗仔门还阁用安尼破去，水泉流入去徛家内底，加在无人伤亡。火车经过隆隆隆的声音，然后我们就觉得不对劲，赶快出来看，哇，整个都下来了。邀请各相关单位来做这一些算是颠簸管理的会勘，然后解决这个问题，不要让它长期存在这种会随时土石流的问题。宜兰头城滨海公路发生水崩山，土石冲入去人家厝，已经唔是头一届。这个灾情若要恢复，如果要1礼拜的时间，地方嘛希望电波的问题会当赶紧解决。因若当地石城的火车头，目前因为淹水暂时无法度出入。北溪的水涨起来了。南澳北溪因为山区落大水，雨规个涨起来，真侪落瓜梅像安尼拼落来。空侪风台嘛为宜兰的山区带来大水雨，苏澳、南澳、甲大东乡，拢总有400多人已经先撤离。有可能会发展做水崩山的溪流，黄色警戒有62条，红色警戒有10条。连接溪南甲溪北的南洋大桥已经达到1级警戒的水位，公路局调护员去到现场。暗时7点开始，已经先封桥，禁止车辆通行。宜山溪州的大排水沟水位已经满啊，白若落大水后，才一定会淹水。部分的车路因为安尼嘛会封起来。现场拢总有8台抽水机伫遐台面，希望当降低对住户的影响。即个空侪风台伫宜兰是透风落雨，已经造成不少灾情。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全台湾拢放风台假，这放风台假的目的就是爱你踮咧厝内面，防止风台爱做好准备，唔通拍走。也讲到这彰化，今仔日呢，这海边啊，也有这10级以上的强风，徛拢徛袂知。所有民众呢，伫迄山西的海边啊，伫遐掠鱼。另外，这彰化大城沿海地区也因为透东北风，佮再加上这做风台时阵撞到大楼，这气温啊内面的水是规个拢甜落，而且已经满到车落去。空侪风台扫来台湾，彰化山西上大有出现11级的强风，徛拢徛袂知。但是所有民众唔管风雨，伫海边啊、爬房啊咧掠鱼。哦，这个安尼有鱼啊！安尼有鱼啊呀！你捡啊？犀利啦！另外，伫彰化大城西港村顶边凯美风台内时做大水，即阵空侪风台佮拄着电流，鱼温仔的水拢已经淹出来路的。也若即马当时发蚵仔的时阵，丰原的蚵农因为风台无法度出海，先伫厝内绑蚵种。这风台大啊，进海边啊望落，白仔的风台过要摕去咯，互蚵仔生囝，即站蚵仔当咧生囝。风台透大风，也甲袂少电线吹断去。彰化福兴、埔盐、丰原等乡镇，根据台电的统计，计共有2000外户停电，但是因为风伤透，影响人员维修。下早8点我出来巡吼，发现咱这个美西厝桥遮这条大电断去，断去了，造成咱美西厝40%以上都停电啦。即马风伤透啊，咱。即马嘛有人去咧面顶做工课的话，吼人员有危险，阮会评估了安全的时阵，我才会去咧做。我嘛希望大家厝拢较紧有电的。空侪风台已经登陆台湾。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显示，彰化暗来雨就会开始落。彰化县政府也准备好抽水设备，嘛提醒沿海地区的民众爱注意海水倒击，提悬警觉防灾。记者杨淑成彰化报道。来看嘉义县市，虽然今仔日无落啥物雨，不过风却是真透。这沿海地区着人家厝失电，甚至是这铁厝呢，互风渗倒，加在是无造成严重的事故。道路有封锁线，车辆暂时袂当通过。怪手赶紧清除，互风吹倒铁厝，空落风台内。嘉义县市日时无落啥物雨，但是风真透。有一个较轻或者是较旧的物件，就去互风吹倒去。加在无造成严重的事故。这较算较老少啊吼，这个车牌啊，大叫风险柜，险柜的时阵赶紧联络叫怪手进来做清理的工作，无你
多的，袂变袂要过，造成危险啊咧。除了家己市有风吹倒物件的代志，家己关的一直向嘛有准备要做石的砖头，徛的灯果登去，白楼嘛去互风吹甲起去，若发生意外，庙方嘛赶紧请人来处理。拄着风灾来，所以这灯果加减有受损害。现在村民当时咧迄个大力抢救当中啦吼。你若讲吼，较输伫个迄个普渡一角吼，那像安尼吼，搁较严重啊！这是。花钱事小啊，人没事就好了。抗雷风台的风势愈来愈大，该机关沿海布袋甲东石停电的住户，嘛有7000外户，增加到17000外户。台电表示，已经有派真侪人来抢修，但是风上头增加时间的困难甲危险，会趁风较细的时阵，赶紧来修理，减少对民众的影响。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今年是2年，真侪庙拢伫今年做招迎王，所以因为风台关系，就要改变行程啊。亲像这台南的仁德13家武德宫，一家这已经出场的王船是搁再拖转去。另外一搭这个武英殿，庙方暂时把这船顶的李希公拆落来，也用铁啊把这船身钉掉咧。这摆记者所在所在，伫咧台南13届这个武德宫哦，这本正的这个王船哦，伊是伫咧平安桥遐，会当互民众来祈求保平安。不过这个风雨受较大，地说讲庙方落尾是甲神明请示，佮个是甲这个王船先刷尾要到王船窟内尾，就行这个船身去互升登去。这回让18年的建造大典，庙方打做好这只要防雕牌王船，顶礼拜六才落个出户尔，煞拄着风台来扰乱，惊风雨上大，落尾庙方甲王船先拖登去王船库坑。另外，伊嘛做一只替身要来送王使用。王船厂本来门拢拍开的，这阵暂时拢先关起来。王船吼，先请回安尼王船府吼，安尼较安全吼，安尼摆楼啦，佮含安尼欢迎门吼。较大的所在吼，拢会先跳度，阮拢先跳落来。做这物件是活的啦，中国要爱互咱有智慧啊，所以讲正常是拖出来个无入来啊，但是因为真正风台上大，你今仔王船啊，因为安尼甲弄歹，安尼后壁要送船要安怎？另外这边同款有王船的武英殿，让28档，这阵当咧做王游大典。按算初3要送王，这阵王船是伫庙埕外口。庙方讲目前有用做帮无咧用的铁啊来钉条咧，嘛惊食风船身会险，就志工驶家己的车来护船去条咧。厝边头尾嘛烦恼祭典受影响。是负着这风台嘛无法度啊，系啊。烦恼讲这王船受损啊，是安怎？系啊，大家拢会烦恼啊。咱顶悬的棚甲这个位，这3支拢甲请落来，啊，包括咱的顶悬的阿班水手，吼，啊，咱的李希公。拢提早先甲请落来。风雷风台的暴风半径大，影响台湾的时间长，范围嘛较大。你做石的庙宇是变色的风灾，就毋望这棵树通会使顺利圆满。记者李楚台南采访报道。同款提醒观众朋友，这风台天千万唔通拍拍走，发生意外是无人欠你的哦。讲到这个风台一角，为这河水是真高，石门水库、闸门水库、阿公店水库等等拢有下水。其中这桃园石门水库呢，对昨暗到透早，当地落的这雨水量就要到175毫米啊。记者伫咧桃园的石门水库，会当看到即个石门水库的水，就那个水墙共款一直咧喷起来，风雨实在是真大，啊，就真侪民众吼，趁透早赶紧来翕相，等者搁要来去食西餐厅，伊水利署透早8点，就赶紧甲这个预防灯拍开。大哥，你位倒位来的？我伫龙潭，我是本地人。那会知影有这来？啊，我看那个即时影像看到了。很久没这样放了，加固啊。好像好几年，前几年都没有台风假，都没有再放啊。这久才一摆，有时几啊年才一摆。石门水库下水，真侪民众是冒风雨来翕相，下水的场面是真壮观。水利署表示，顶届石门水库开预防灯下水，一定是2当前年所风台的代志啊，显示空雷风台有影带来真侪雨水。根据水利署的统计，昨下暗到透早，石门水库的雨量一定有到175毫米。水利署透早8点，赶紧甲预防灯开开。今仔日下早8点吼，阮是放预防道。啊，预防道伊是阮水库内面吼，放水量上大的一个设施。
台湾伫今年7月开始，就连续3个风台扫入来。7月份的凯美风台，10月份的三得利风台，即摆阁有空雷风台。风台造成灾情嘛带来雨水，水利署预估即届风台累积的雨量会当用到明年初，嘛会当提供农民种早当稻仔引产来使用。记者查选柯敏哲桃园报道。桃看山来看到新竹，这新竹县的尖石含五峰部分的这个车路，因为山区落大雨，这车路拢有一寡积水，有几站路呢是暂时袂通，一直到中昼了后才恢复单线通行。乡公所也针对较危险的所在进行强制性撤离。雨水一直对山顶流落来，警员赶紧封路，禁止车辆通过入去山区。新竹县尖石往秀兰方向的道路，有不少所在拢传出崩塌，也是路树倒去的灾情。其中秀兰大桥桥面嘛出现大量的土石。尖石乡太钢屿警路路口落实无法通行，竹60线多处积水，石垒道路6公里处以及竹60线35公里处坍方，以及多处路树倒塌等灾情。除了封路以外，尖石以及五峰地区，也伫早起6点，针对住伫警戒区域的民众进行强制性撤离，安排到安全的所在，避免人员发生危险。秀兰一峰在早上的6点多就已经强制撤离各浅市区的人员的住户，陆续撤离的13个乡内13个收容所呢，目前大概有50个民众已经撤离到我们的收容所。风台大风大雨，若伫山区造成灾情，伫新竹市区的部分，透早是有电火条挡袂牢风台的强风，直接对中央断去。台电赶紧派人到现场处理，好佳在无人受伤。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风台一日来，新竹交做这交通也是乱糟糟。亲像这桃园机场呢，今仔日就取消241个航班，火车是过到了后，全部拢无驶。分正到飞行机准备要降落，风台天航班有真侪变动，真侪飞行机伫空中驶足久的才降落。有当来台湾的旅客是紧张到求佛祖来保庇，不过因嘛讲伫降落的过程，阁算是平稳。我们看那个航线嘛，那飞机到了什么高雄那里又转向，然后就在那里好几次，是这样。等于是要降落的时候。他比较辛苦啦，因为那时候窗户打开，我看了那个外面那个云层，都看不到下面，所以我那个时候心里就很紧张，一直在求佛祖上，差不多50分钟。这个旅客是烦恼飞行机取消行程，轰怕乱去。昨天就开始睡不着，因为看到很多取消嘛。暴风半径会使讲，把规个台湾拢砍掉，受到强大抗热影响。根据桃园机场31早起9点半的统计，客货机入境是取消125班，出境取消116班，拢总加起来是取消航班241班。这嘛是今年第一天内取消上济航班的记录。总共取消航班是241班。那其中客机212班，货机29班。那请各位旅客在出发前还是洽各航空公司了解航班的一些动态情形。针对这取消的航班，桃园机场公司讲，主要是取消东北亚、东南亚、中国和香港、澳门的航线，嘛请旅客和接机的亲友一定要去注意上新航班的动态。记者综合报道。规个台湾拢互这风台打掉的风雨是真大，一寡所在树啊啦、电火条啊拢倒去，地区真侪所在拢失电，啊那这台电人员也真辛苦，拢等咧抢修。记者即摆伫咧新店的中央市场遮，外口风雨又完真大，啊那市场内底店家拢是乌的，因为从下晡到今目前又完是咧停电。啊那伫咧记者的另外一边，咱看到即个卖场遮。电火是关的，因为卖场有家己的发电机，所以目前无影响营业。我现在我妈那个铁门没办法关啊，我在等来电啊，来电以后我帮她关掉啊。所以就不敢离开哦。对，我不敢离开啊。受风台影响到拜四要暗暝，新北市有超过2万户停电。根据台电到3日下晡5点的统计，全国因为风台捌停电的用户数是573345户。台电有尽力咧抢修，不过要是有超过16万户还未恢复。台风天的话，就是因为风大雨大，然后土石流啊，一般就是树压到电线，引起馈线跳多，或者是土石崩塌，把我们的电杆弄断，这样子才会引起大范围的停电。
因为这个空雷风太大来，风真强，也致使真侪路树倒去，跌到路边的车，也是小电线影响跌到电火条的电线，电火条倒几排，变电箱线路跳掉，造成部分地区较大规模的停电。台电表示，因已经累积出动正万人次的人员，各有5000台工程车尽力咧抢修，不过抢修进度可能会受天气、交通暗时上暗这因素影响，也希望民众体谅。记者张家佳、谢桂玲新北报道。来看这日本的三丽鸥公司，因所创造出来漫画人物 Hello Kitty， 在1月初1就满50岁啊！日本的东京国家博物馆特别办一个展览，对人物诞生的背景到周边商品等等，来看这半世纪累积偌济物件。遐面顶绑一个水水的甲，大内面就有一对目睭甲鼻仔煞无喙的动画人物凯蒂猫 Hello Kitty， 当咧为家己的特点剪彩。这个由有名设计生产动画商品的日本三丽鸥公司，在1974年创造出来的动画人物，在1月初1就满50岁。日本东京国家博物馆嘛，为同一天开始举办凯蒂猫特展，用我变啊凯蒂猫变啊做标语，介绍角色诞生的故事，甲过去50年的变化。猫のキャラたくさんありますけど、口のないのはいいかなって。無表情だけども何かを語りかけてくれるっていうような気がして、でそれがやっぱり私にとっては最大の魅力だと思います。特别满50岁的凯蒂猫被迫民众行过半世纪的心中日子，在公司创作角色理念是甲大家做好朋友之下，嘛应对时代甲地方的特色，有真侪真精彩的造型。甚至在三丽鸥公司的推动之下，制作家庭民生用品、美妆品等等，融入民众的生活。凯蒂猫的忠实支持者。关西国际大学教授清水美智子更加是为发行的头一个相关商品开始公益收集，到暂时已经有超过1000件凯蒂猫的相关商品。So Hello Kitty in the last 50 years, she kept evolving, and she's always very curious, positive, and she loves to challenge something new. She DJs, she sings and dances, and.I expect Hello Kitty will keep on doing that, always trying new things and making more friends. 清水美智子教授认为，凯蒂猫会当成做全球通人知，而且嘛介意的动画人物，因为人物造型设计真简单，互凯蒂猫会当随时变做任何角色，单单融入无同的国家甲无同的世代，亲像上好的朋友会一直陪伴伫的身边。恭喜新闻台朋友。最近天气这变化，明仔气象咱就会来详细看。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24度到27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4度到28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4度到31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4度到31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3度到27度。还有未来3天气象。节目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